傾新生系列細説商學。嗱，我見到咧前邊有個好靚嘅玉嘅首飾啦。嗱，據我所知，你係有一個特別嘅機遇咧，先至開始做玉嘅飾物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機緣巧合之下咧，我哋係同一間加拿大嘅玉礦公司合作。咁原來咧，佢哋5年前咧一路喺市場上邊想揾一間優質嘅工廠去做呢啲產品。當佢見到我哋之後咧，佢話俾我聽，我揾到我想揾嘅嘢。咁我哋大家就一拍即合咧，就我哋喂，我可以幫你做啲另類特別嘅嘢嚇，因為我間廠咧，除咗做鑽石之外，我哋做玉咧係好叻嘅。自家品牌嗰啲產品嘅特色係點樣㗎？其實我哋幫一間國際品牌咧做緊嘅嘢嚟嘅，咁我哋用嘅玉係最頂級嘅、最靚嘅嗰隻色，已經係翡翠嗰隻色㗎啦，幾乎。但佢個 market 佢個價錢咧，其實係翡翠嘅，可能1/10甚至乎1/20咁唔頂嘅。我哋嘅產品咧係會走年輕人嘅路線，因為未來嘅大量嘅消費模式係靠發起嘅80後、90後，甚至乎00後。咁所以我哋嘅喺 design 嘅角度嚟講咧，我哋都要迎合佢哋嘅口味。咁你講係做一個銀嘅首飾嘅品牌係相當之難，因為通街都係紅海啊！我點樣去令到係我有特色咧？就呢個係我哋想突圍而出咧，就係我哋用呢隻 J 嚇。咁點解 J 有咩不同咧？就係其實因為佢依家個價錢係唔貴，但我又有礦嘅資源。如果人哋想同我競爭，佢冇呢啲咁源源不絕嘅原料。即係話你哋呢個定位咧，其實係一個比較特別少少嘅定位，因為一般嘅香港嘅珠寶製造商咧，都係好大批量做咗就擺喺珠寶公司賣嘅。你哋就有2條腿走路，係咪可以咁講？冇錯。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 share 超藝理想頻道。